講到咱國內經濟呢，這成長帶動稅收的增加。總統賴清德宣布，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稅出稅入平衡無機制前提之下呢，會增列到2357億，全民普發現金，一個人發1萬塊。就國民黨的人士佇遐質疑講進前普發現金的時陣，這民進黨的立場介紹唔是安尼。那這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總調蔡其昌伊就強調，這是賴政府佇咧預算編列了後，也是有加一預算。那這部分的預算是袂去排斥到其他預算案的。人工智慧持續帶動咱國產業發展，今年經濟成長率收懸到11.05%，可望創下39年以來新高。總統賴清德宣布，要予全民共享經濟成果，每年普發現金1萬。我們在稅入、稅出平衡、實質零取債的前提下，決定稅出增列2357億元。用來明年普發現金，每人1萬元，讓 AI 紅利全民共享。看演過2009年金融海嘯衝擊經濟，當時馬政府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3600塊。國內新冠疫情期間，蔡政府2020年先發放振興3倍券，自付1000塊了後，會當用券消費3000塊。2021年又發放振興5倍券，金額5000塊。2023年疫情過了後，為了振興經濟，國家稅收超訂，蔡政府又普發現金6000塊。2025年因為國內未少產業受到美國關稅衝擊，國家國會在野黨團主張稅收超訂應該行稅互民，最後立法院3讀通過國民黨團所提的因應國際情勢、強化經濟社會以及民生國安淪陷特別條例，匡列特別預算上懸5450億，明定每人普發現金1萬。當時朝野要爭論普發現金的適當性，也甲是不是排斥其他預算。今晚總統宣布要普發現金，嘛引起在野陣營質疑。藍白在立法院當時通過普發現金1萬元的時候，民進黨就說這是違憲，甚至說這是用你的錢買你的票。甚至也說這是癱瘓台灣，先窮台再統一。請問賴總統認同這樣的說法嗎？我認為應該要跟國人清楚的做一個說明。真的謝謝總統他終於知道民間是多麼苦苦民所苦AI 的紅利本來就是應該全民共享啊。總統是說要發1萬，明年是不是？我個人認為應該要發2萬呢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強調，預算是為明年各項中央政策預算攏編列了後，還有剩的預算空間，無排斥到其他預算。賴政府相關要做的其他的政策跟重要施政的建設，錢也都編進去了，所以編完之後，如果還有錢，就應該回饋。賴總統強調，2016年政府總預算稅出差不多1.9兆，到明年度3兆9266億，10年來稅出規模加1倍，表示台灣國力嘛增加1倍。除了請行政團隊依照時程完成總預算案的編列，嘛無袂記咧發立法院愛如期審議明年度的總預算案。記者採訪報道。